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卖使叫我阿婷。咱人生的顶半场，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。我有学姐咧教，大家安尼敲打最健康就对啦。听讲你大家拢咧创啥？大家去过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。啊，你感觉你的下半年的练习过了安怎？会当行着爱死客行行，哈哈哈哈哈！下半场人生，哈哈哈哈哈！几岁拢无要紧，哈哈哈哈哈！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回食会较有。咱做囝儿的吼，常常拢会听着爸母咧讲，我老啊吼要家己大，我老啊吼要甲世世大，我老啊吼要甲我的翁甲我的某大。嘿，哦，内心的迄个剧场有够满的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即马时代无共啊，社会观念嘛一直咧改变。大家有想看觅无？若是咱老啊，咱人生的下半场，会甲一群人同齐共努，那敢嘛袂歹呢。所以吼，等下我就要邀请大家吼，甲我即个练习生吼，同齐来熟悉一个合作社。这个合作社吼，伊咧做的代志，我哪甲知影，我哪甲唔知影咧。所以讲吼，等下邀请大家甲我同齐，甲因共同过一天的生活，看因到底是咧无用啥。电脑有够，先来饲鸡。是咩班长？这草应该有够迄鸡仔食哈？有啊，会使啊，会使。哎，啊，你唔若爱传这草，我看你即马搁咧用这啥啊？木龟，木龟。嘿，哦，木龟，这青木龟哦。嘿嘿。啊，所以咱有营养诶。啊，所以咱透早起来吼，就是爱传这好食的早顿，互鸡仔食就对啊。对。哦，鸡仔呢？哦，伫个呀，咱咧讲嗷嗷待哺啦，咧等食咧，咧等你啊吼。来，咱咧咧甲咱围起来啊呢。乖乖来食物件，食早顿。哎呦，食干呢，是啊，够欢喜的呢。没有了，无啊，啊 ，OK， 你的，这个，哎是安怎？不知是去有网啊订还是？你安尼看就看。哎，这有一个，这黑黑的。哎，我哪片着有迄个葱仔头、洋葱嘛。嘿，嘿，对，葱头，因为鸡仔会使，嘛是会使食香蕉啊，较刺激的，拢会使食。安尼对应的迄个胃肠，袂讲伤刺激吗？对，是哦。鸡仔讲食香蕉啊，足好的。较袂感冒吗？较人共款。老师讲的。老师讲的。老师讲的，这拢老师教的。啊对啦，你有加入咱遮的一个合作社对无？这个合作社就是来辅导咱在地的人饲鸡，是安尼吗？对。我即摆看到这就是打生的鸡卵呢。对，拢打生的。有够饲的鸡卵。哦，我看你
一边就是要生的迄个款哦，对啊，旧安尼，赶时间。不细摆出来啊。哇！啊，所以咱这卵就是安尼，一粒一粒甲摆好来收起来就对对对，有生就侪卵的无？有哦。哎，安尼今日算袂歹的呢，嘿，丰收哦。嘿，足好的，毋是袂歹。家查某囝赞。哇，真好真好，两盘安尼上市的鸡卵，加油哈，继续生。天气足好的呢，真舒适。水吼，嘿呀，而且即马吼，这是啥柑仔对无？还是你茂顶谷，哦，茂谷，木果嘿，柑？木果，木果。外观都多。哎，我再给过。哦，伊拢摕来安尼。因拢摕来啊，哎，嘿是啥的卵嘛，放伫食哈。啊嘿，阮咧班员，不拉汉食的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卵甲安尼集中起来啊，咱直接要送去市场，还是要送去倒？送去基地，不拉汉。送鸡卵啊！送鸡卵出发。所以是要你安尼饲鸡，啊，这收这鸡卵偌久啊？啊，进前2年外、3年外， 3年外。退休转来，是。就讲要种电器。我就是我会晓，结果我是拢袂晓，拢请工人，啊，都袂好啊，害我了掉足济。哦，我一寡退休金强要伫遐有甲无去啊，我也听人哋讲要饲鸡啊。我较早是毋捌饲过，老师会教，我想讲听看卖啊咧，结果就安尼就聊落啊。这就是咱的波拉汉基地，搞啊！这涂骹搁淡淡哦，咱溜溜啊行，骨骨。哎，黄大哥搞早，哦，足久无看诶。好，看家。啊，糟糕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因为你刚刚拿的是喜德的。大哥的。这卵看起来真正金丝。我这足大粒了，哇，上大了。足大粒的吼。我看你搁会安尼平头啊切，慢慢啊切，啊用这是啥？什么清洁液还是啥？酒精，我们把那个有嘛，鸡屎啊，还是有土啦啥哦，都切的安尼。所以恁家对这卵的要求是足悬的呢，迄标准足悬的呢。这是基本的啊。啊，亲像咱遮鸡卵啊，是有人会来遮买，还是网络面顶的去订？我们会有过路客吼，会入来买卵，就是看到拄好阮咧切卵，还是内底环境袂歹，入来切做起来，因为想煞要买卵摕回去。再就是一般都是用订的，像我现在就是在打宅配单。咱伫咧遮咧无用，有一寡时段嘛来安尼。对啊，已经走3抓，时代可以跟大家再来啊。你讲走3抓是去一工接来对无？嘿对。呀，阿公会记你哦。哎呀，那都咿呀那呀吼，哎呀，嘿嘿吼，哎呀。哦，恁继续拍你啦，我要来迄边看卖一个，我介久无来啊，吼，多谢多谢。出现哦，啊你我听到真好听。
这个跳舞，真歹势，大家拢足捧场的。是啊是啊，哦，真这个跳。哇，感谢大家。咱无看阿中。是个。哦好好，安尼咱来加聊遐看阿中一下。哇，我都咧想讲，我进来有看到这个假聊，啊，毋知阿哥有咧饲啊无？阿哥有哦。这袂当当的，对对。哇，这鸡原来是介大只呢。水的吼。嘿啊，阿中照顾了都好诶。哇，对我会咧方便入去无？会使吼，多谢。啊，今日遮有无？看看呀。我看你啊！那是。来，这。阿中，我问你哦，你爱饲鸡无？饲鸡。爱啊。为什么？而且会使趁钱，搁会使叮当安尼对身体好。哦，你嘛知影咧对身体好吼。来。对，我会饲了好。对，伊即摆现在鸡就想要来啊，你看来啊。哦啊，你看，对，那鸡上介意啊。一只手机嘛。你饲好食哦。要互伊毒吗？对，哦。较细啦，你哦。伊无可能细来啦，伊要抢食咧。等下，黄大哥，你讲这毋是有疗愈的功能吗？我确定这是疗愈嘛？对啊，这看会到呢。无啊，这看到鸡啊，你心内一定无共款的啊，对吧？对对，我无。对啊。我有疗愈你到。聊一点啊。介疼，这个食吼，我感觉到迄个生命的迄个力量。哦。哦，对，你看。所以咱咧讲疗愈就是安尼啦。是啊。甲这个无共款的生命。对，伊莫互你，结。哎呀，伊莫互你懵啊，对啊，伊安尼都欢喜的啊，哦。好。黄大哥。我会熟悉咱这个合作社无拉汉吼，其实是对饲大、饲鸡、吼啊收鸡卵、卖鸡卵开始。我才知影哦，有恁这个机构安尼嘿。其实阮布拉汉吼，这个名，伫原住民来讲，就是烤火兴旺互助。所以对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哈，一个社区在部落里面哈，我们要成立一个共生照顾。就是哈。把这里营造出一个像家里的感觉。参像饲鸡啦，卖鸡卵是一个，吼，啊哥参像这饲大，对山顶对地安尼来甲接来遮运动嘛是一项。对。啊哥有对无？那个有就是我们有那个什么专业的人员哈，有护理师、复健师，好，我们如果他们家里有什么辅具的部分。我们会请，申请的，申请，在家里营造出，至少他们在独居长辈在这一方面哈，在家里都很安全的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这鸡吼对阮来讲吼，鸡卵吼会当来生产，因为阮鸡卵所有的迄种营养吼，拢是用伫迄个公益晚餐，因为长辈吼无饭通食。是不是这年都鸡都痛苦的，所以阮会就是用一个迄两个英语用伫公益晚餐。我感觉应该无啥够哦，对啊，因为咱这场遮大。对。啊，你讲一号有可能有2个时段爱食，是讲一号干那一个便当尔。对，政府补助有限，啊，阮卖2个英语嘛有限。对啊。啊，无够的部分吼，我嘛是拢爱出去。吼，算讲去募款，无简单，擦地地，啊嘛社会做善事的人实在多济。无想到这平常时我们把它视为讨厌的野草，够是饲大用的动作，然后鸡也可以当做很好的。对，它的根也是一种中药材啊，就是这样子剥。因为我们没有用菜刀这样子剁的话，我们就是直接也是一个手部赋能，这样子把它剪。是说用手安尼？对，安尼剪就对啊。对，采完的话，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照服员带长辈去喂鸡。
起鸡养鸡这件事，在咱的合作社内底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就是一个环节，我们就是一个杨老师帮我们设计一个环节，帮长辈赋能的安排活动。对，是。主阿公，这个位你的，你会过无？可以过吗？我是要这样的呀。啊，你遐孙今麦大队啊？在国山在东市。哦，啊，你袂介远啊，伫山卡尔。哎，他补习呀。啊，遐孙仔知影阿公平常时会来这合作社这据点咯？知影。会知影哦。啊，伊会好奇甲你问无？讲你来遮拢在创啥？会问我讲来遮佚佗。啊，我那2个孙子读书读得蛮好，国中都有年终有什么奖金？奖学金。奖学金。是毋是去寻到你？你是毋是较早嘛就搞读册？国小国小1年到6年做班长。对啊，你都寻到你呀。咱即马就是要送秋妹阿嬷，啊个朱阿公回去伊的厝的，吼，啊这已经是车抓的第3抓，头拄仔已经有走2抓送几位的长辈先回去伊的厝的，啊这抓有较远哦，等下要爬2粒山，啊另外吼，若是送2位长辈回去，咱搁爱炸5粒便当，吼，共送去厝的。对啊，你来啊，紧的，过来。好，啊我坐一边。我们山上的路差不多都是这样宽度吗？这样算宽的吗？这样算宽的。哦。一般山路大部分都是这样。产业道路啊。对的。天晚上照顾。你有看到啊？飞去啊，了。我去啊，讲去啊。今晚嘛要回去厝的啊，日头要落山。差不多了。哦，到厝啊，到厝啊！哦，厝里嘛是整理甲真整齐呢，很干净哦。看电视嘛，好了，休困一下咯，好。好了。好。好，阿嬷拜拜，秋妹阿嬷拜拜，拜拜。头拄啊，咱爬迄粒山，就是送秋妹阿嬷回去。对。啊，刷落来，朱阿公是不是另外一座山？对啊。安尼来，啊，搁要再爬一座。徐大哥，是，如果遇到这个路况有问题什么的，像我们已经有碰过状况，像朱先生他那边在修路，可是呢，可是怎么带呢？那只有说，像一般他都有照服员在家，就照服员骑摩托车载他下来。哦。那还有几次是我们把摩托车摆在这个下面，然后把车停在下面，骑摩托车带他上去。可是摩托车不就要预先准备？对对啊，要预先准备了。就是会在这边先摆一台摩托车。哎，都这样。阿公，你的一天有够充实的啦，透早就出门啊。透早。啊，去合作社上课，啊，即马等来到厝啊，天嘛要暗啊。暗啊，我这个到我是两暗。哦，你搁甲传暗顿啊？啊，你家己的便当有炸顿来无？有人要甲我摕。是吼。
拜拜喽。阿公，我唔甘呢。今日咱早起安尼做同学安尼一工安尼，我会用打你来无？哦，感谢。哈哈哈！哇，真好真好。所以阿公，你平常时都是家己一人带食？是啦。哦，我看到咱门口埕食是果子园呢，较早是你咧种的吗？果子啊，我一年拢种外件的果子啊。哦，这别个人做啊。所以你做无法啦吼？做无法啦。好，爱健健康康哦，好哇，真欢喜，看到你真欢喜。好，拜拜。水水啊，唔是拜拜。拜。拍谁哦？来啦！啊，现在怎么那么晚？是的啦，头拄啊，那个起雾啦，大蒙雾啦。嘿啊，今仔日我是来体会体验的小跟班，我来练习的。安尼我倒找，还是我帮你摕入去？我自己摕的哈。我这个歹势哦，你等下好你啊行哦。哇，足歹势，去等候着人食暗顿的时间。真正是为日头出来做到日头落山呢，真正无简单。我感觉吼，在地共乐听起来足幸福的，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是足辛苦的。特别是啊，搁对咱合作社的造福员，安尼无闲规工，我感觉吼，在地共乐毋是做袂到，但是爱有人，嘛爱有心。搁有便当在送对无？有。冲落，行落。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伫台湾有真侪时代，拢希望会伫咧家己惯势啊，搁熟悉的所在养老。但是有当时啊，情形有淡薄仔变化的时阵，就爱改变。像是等下，我甲一位黄阿姨约好要买物件，伊真特别哦。伊就是伫咧人生下半场的时阵，伊决定要换一个所在住。遮嘛足侪写毛笔字的这个贴啊啦吼。对了，不过这个呢，那没得用啊。哦，都是那个写长的那种。啊，你讲像这区安尼？长的。一看到就真正有迄个过年的感觉安尼，对啊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要买多一个花草的，还是？像这个没有限制你写几个字啊。这是长的还是短的哈？我看得出来。长的哦。长的就凹落去就有。哦，了解。长的啊，凹掉的。不要有这个签的，这个都被人家限制写几个字了。因为这一个字口啊，都是爱写一个字了。哦。啊，我们现在都不需要这样子。这边呢？啊，这边是咪较这是碎掉啊，这碎掉啊。我今日做你的小帮手，就是这种哦，这种我较矮啊，你无看？差不多呢，小一点啊。对了，我们要这种。啊，无你就买这20张。好。同款的size数，安尼大张啊。一样好，那就买这个。阿姨，你特别来这买啊，是因为这较集全是无？系啊，样子足多啦，咱平纪念。了解。哎呀，这是讲过年的时阵哦，拢写出来的。要送啊？送来哦。所以阿
姨，你平常时若是来遮买纸啥，你嘛是安尼家己慢慢散步。对。啊，买好就参像咱即马安尼，再搁慢慢要行去做车。是啊，对啊。阿姨，你较早就是伫咧台电咧上班嘛？是啊，就刚刚爱来遮上班。这就是你上班的所在。对。嘿，啊，菜市啊都为遮入去啊。哦，会那拆掉安尼？啊，拢拆掉，啊，规大片拢空的啊。嘿。所以这大应该是你的生活圈，这样子讲就熟悉安尼。哦，住遮嘛住10多年哦。咱就是要来遮坐捷运。坐捷运嘿。嘿啊，要回来厝的啊。等下嘛爱搬车吗？要哦，爱在第一站中正站的人再去搬车。好，爱个搬车好。换车。坐啊，你坐好不好？再站下来。啊，是啊，谢谢。大家拢这热心的吼。对啊，他们都热味。爱落车对不？对，落车。下车。嘿，落车。这里。一小哇，真高。谢谢。好，慢慢调。耶，老拄啊，阿姨带我搬车，哦，有够厉害呢，嘿啊，阿姨吼，有够熟的啦。啊，你落去，啊，到底在遮落车。哦，好，安尼我知。阿姨比我更较够坐车呢。对啊，啊你都唔捌坐啊，我这常常咧坐啊。哎呀，而且伊骹手够溜的啊，嘿，我迄缀哦调袂缀袂着。啊，你坐这电楼梯啊，细哩哦。好。好，从这里来。阿姨等我，我头拄啊路卡较慢。对，车你等啊啦。车你等啊哦。上车。咱即马坐这班车是要往草山嘛？阳明山。对。阿姨，新厝里对？前面这个洞。这栋吗？对，楼上就是住家啦。从这个3楼就开始哦，就是拢房间啊。这是老人公寓。对。哎，我知了，原来你是搬来这哦。好，安尼行。对，这个下面。紧对，好，要带些毛笔字啊，对不？爱互伊做的，一定爱有做，就是三角形爱有做的。对，啊这边也是一样，再一次，搁这边哈。弯过来。啊，这边弯爱这边。了解。这都是等下咱要做的对。对，以这一张做标准哈。那个加一个去，你叫我写我 OK， 但是你叫我加我都无法度。袂啦，你来加几个啊，就知啊。你即摆这。阿姨，你这厉害啊！你加这村啊，这厉害啊！你有伫咧遮有教别人做无？没有啊，咱也唔知啥人要学啊。是吼，因为你即摆住伫遮，毋是干那你嘛，厝边隔壁足济啊。因为吼，我想讲你原地住的所在是咱正常的客家。是足大间的。对啊，3间房、4间房，啊，你即摆刷来遮，家己1间房、套房安尼，变较矮，你会袂惯势无？不会啦，你要来以前家己心理准备啊，就是知影就是安尼啊。本来阮先生啊，第是伊就生病，啊，若没办法，就有请我外劳啊啦。啊，过星期啊，阮囝就甲我讲，妈妈你吼，看你咱有4个囡仔嘛吼，看你要甲3人住，啊，你爱请一个外劳住在你的身躯边，叫我大爷住外劳安尼，
轮流去看遐个查某囝的后生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爱啦，我讲对啦，我家己好脚好手。经过我先生2个月了后，我就去等到一个李长太太，李长太太对我很好，那她都跟我在聊天，就讲了，就讲哦，我妈妈哦要去这个地方了，就是妈妈啦吼。你较早对养老院的迄个印象是安怎？养老院就想啊，迄拢全一寡，迄落安尼足重病啦，还是啥，我拢是感觉讲足行动无方便，哎呀，感感觉较无hiệu安尼啦。啊，原来主任就足好伊的，伊就甲带啊四界看。啊，我就看不错嘛，反正伊迄落动物啊，哦，啊，就是我看。太清幽了。哎呀，啊，我这个代志嘛，无甲阮囡仔讲的。我身上有带钱，我就马上给那个主任，我5000块就给他，我定起来了。我回去我那个儿女啊，我那找一好心哦。跟因讲，因安怎反应？哈？还大概嘛惊一个，我妈妈你怎么这样决定？吼，大概嘛想，我对啊，不错啊，吼，我就过了后，我带因来看，因大概嘛放心嘛。迄当阵你要搬厝啊，要搬遮尔物件来啊，你会感觉足费气的哦。当然嘛，啊你迄个毋是啊，迄个我就觉得搬厝已经费去，我甲为厝的搬来甲女儿家的，迄个搬一摆，物件二十偌济啊，赞，水开。啊，迄物件就是要安尼气配，才有法度改变啦，对啊。有啊，这个衫拢是我家己的，我家己有需要的。阿姨，我要互你看，你咧开讲的时阵，我已经改好啊。搞嘛，你看都成功啊嘛。安尼有吼，有成功吼，咁徛会知。哎。啊，所以咱头拄仔去迄个买纸，除了会加这春有春意哇，写字，咱来写字好无？好啊。安尼有顺无？安尼阿姨，我今仔日较高明配。不要这样讲。你写下半场，写半场。啊，你留一个位，我写练习先。好。我看你写这3个字啊，我真正就感动的。没有。阿姨，我还问你一个问题无？这个你写。你即摆食到人生的90岁啊？系啊，你下半场其实30当正你就开始啊，对。啊，你感觉你的下半场的人生啊，你感觉你过了安怎？我感觉平安上要紧啊！我拢讲啊，什么时候要死掉都好了。都不要无遗憾，不要生病啊，不要再拖累人家就最好。哇，我今天看到这写这3个字，我足感动的。真的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足有力量的好，换我是练习心。好。好啊，好啊，会使吼，带，我同我咧带。哦，漂亮，可以。真好呢。我冇想到我会甲90岁阿姨同齐写。哎呦，我足感动的，我嘛足幸福的，安尼恁一个这少年家。对啊。好啦，阿姨，我想要带你的花园看。好。这嘛是玫瑰吧？这是这重办的呢。哎呀！各位阿公阿嬷你好，我是新公学学生阿玲。阮10分钟了后，伫咧3楼的查理教室有做内蒙厝的活动，有兴趣的会当来3楼的查理教室参加，多谢。这是内蒙厝，啊嘛是咱今日活动主要的物件。内蒙1元，糖1元，啊搁内蒙1元，糖1元。大家要来甲恁考试。内蒙厝会当做啥物料理？凉拌。
凉拌，好重泡菜。我们是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个柠檬醋咯。今仔日我已经甲恁切好啊，直接放伫头前食，嘿，食安尼是一粒无嘿。阿妈要做嘞讲。不要紧，起来。东西都一样。压什么？胸口爱困无？一样都是3种。对，我知道。阿妈你有影想这啊？黄珠阿姨，做这柠檬醋你感觉安怎？挺好啊，以后可以自己可以利用嘛。啊，亲像安尼活动有定定举办无？对，我们这里公益啊，经常都有这些，所以我们要参加的人都会出来的。你有想过，若是无来带食，家己伫厝诶，你感觉迄个生活会有不一样吗？安怎不一样？我是来这里比较热闹啊。他讲话比较容易好听啊。我们跟小孩子可以不沟通。哦，伫遮都是有差不多年岁啦。对。安尼迄个感觉对。哦。无俩你厝地啊，就有水啊。妈来，交给你用。这你的盖子。阿妈你有话吧？可以折也可以不要折。阿玲，你放心，我有学姐在教。起来，就好。阿妈拢比我较强卡。哦，无啦，阮妈妈差不多恁的岁呢，所以叫阿姨啊。会使你无？哇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又看得清楚呀。你的，咱摕手的。耶。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啊！大家帮我投一下今天活动的满意度。在这边，大家等下离开的时候可以。那这个现在回去不要放冰箱好。不用放冰箱，我们在酿的时候就是常温，然后给它放3个月。谢谢哦。阿妈会记你放3个月哦。阿妈这是不满意了。你今日无欢喜哦？好可爱。阿玲，你今日上课啊？安尼都是你的日常是无？对，这是我的日常。是。看了呀，安尼好无？哦，你的真心话吗？真心话，是吼。嘿啊。咱人还真好咧。阿妈，你的手手边啊，穿较济。不是啦，我摕这管啊去的啦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安尼紧摕去放，会记放3个月哦。对啦。好。 3个月你都毕业了你？啊，袂啦，还有6个月嘞。好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好啦，阿妈等去后困一下嘿。阿妈拜拜。谢谢。阿妈拜拜。阿妈头拄仔个手臂安尼。嘿啊。对，阿妈都很潮。对，够的呢。所以阿妈拢最厉害。我发现到你甲家的时段，真正拢很像跟自己的长辈相处。对。 啊，所以迄当阵你哪会想讲要来遮甲时大大做伙？因为其实很多少年人拢感觉讲甲时大相处是一件介困难的代志。啊，你家己咧？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住伫咧外口，是。啊，毋过对我来讲，一个人安尼1年拢住伫咧外口，淡薄仔孤单。我较介意安尼甲人讲话，也是。 可能我若去走卡煮食，啊，就会有人甲我关心讲，哦，你为啥物无食菜？所以讲你即马才20通岁尔嘛。对。啊，你敢有想到你的下半场，比如讲60岁以后的代志，你即马会想到的？我进前其实袂，啊，毋过住入来咱公务了后会。我感觉这嘛是住入来公务对我一个真大的改变。而且还有这段时段呢，甲你做伴，对啊，嘛介趣味，对。刷落来要上的课是要来做卡片，哇！原来住伫咧公务界啊，嘛介无用呢。好，今仔日还未下课，继续上课。
这个走路抬头挺胸很重要。哟，很多人在这儿这么走的，不行，是不是啊？透早啊，要开始行路进前啊，白白就互我一个纸条啊。我想讲吼，是啥物暗号吗？啊，我看吼，哦，原来啦，就是天秤爱讲究啊，所以，啊，你有看到我？我已经讲究啊。贝贝，我这个姜要含多久？含没有味的这块就吐掉。很辣呢，就是很辣，你不要咬。我忍不住好想咬它，像咬口香糖一样，不行啊。对，那不行，那太辣。太辣了就对。对。哦，然后我如果有生津，我啐拿口水吞下去。吞下去。对。了解。哎，所以对，那像我现在走路，您刚刚说抬头挺胸嘛？对。还有呢，我记得您告诉我这个手也不要浪费。哎，对，按摩这个恢复视力。按哪个穴？您再帮我复习一下。用拇指，这个关节这个关节是3个穴位，明眼、凤眼，中间是大骨孔，这3个穴位。好。这个按摩到3个穴位都按摩到。这样子吗？对，你这揉着感觉酸，就对了。宝贝，你真的是那个健康观念的一个行者。对。对啊，就是实践在生活里的，对不对？贝贝，你们这边还有这个公园。放杯。哎，蹲着啊，站住了。我跟你走啊！老大。你的天气凉了，你这样穿保暖吗？没问题。没问题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主任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穿的好像比北北还多哎？我也是一样啊，你没看我里面好几件北北。这个我这个穿衣啊，春捂换季的时间啊，这个衣服不要加的很厚的这个衣服，稍微加了薄一点的衣服，能感觉有一点凉意，就练习我们这个抵抗力。主持人要含个姜片。对呀，主任，您今天早上有没有含姜片？当然有啊，都北北教的。我每一次来啊，我都觉得这环境，北北你住的环境超棒。对啊，根本就是台语讲的北中啊。是啊。北中啊，别墅一栋一栋的，然后我特别讲，还以为是住在那个高级的别墅住宅区哎。对。秋别跟你打招呼啊。早，你好，身体那么好。所以现在也是出来走路运动。因为我要种菜种花。他是养护的。修身养。他是养护的，北北对啊是，你看身体练成这个样子。趁主任在的时候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像北北是有荣民的身份，但我是一般的民众。我如果真的20年后、30年后，我想来荣家住，我可以吗？我们辅导会已经开放我们16个荣家10%到15的床位已经给一般民众。我现在我这个地方已经有那个50几位一般民众了，婆婆妈妈好多哦。那我今天也是来赏屋的啦。可以啊。我想跟北北当邻居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这样子。是。对。哎，于北，我们要碰面喽，于北。哎。早，早。哎，那个范北，我今天早上还要开会。那时间上来不及了，那你就主持人就带着北北一起走，那我就先离开了哦。好，北北，好，拜拜。继续跟他一起对，好，养生之道。对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忠贞团结，对。这个吼是不是我们荣家的精神堡垒？对，精神堡垒。北北，我认得您的家，就这一栋，对不对？
欢迎欢迎。我接着要用手机做一点笔记，做一点记录。这里就是范北的家。北北，我想先问一下，这里有一台这个高尔夫球车，上面居然还有一些健康的保健知识。预防中风。我记得您之前有捐一台车，就是这一台车吗？对。所以您捐在这边是这边的居民都可以共同使用。是啊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早凉水呀。好，好，凉水呀。吃饱了吗？有哈。好，来血压了139/70，心跳90。好，目前这样子是还可以。还可以，很好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像这些资料啊，就是都会每天记录这样子吗？对，都会每天记录。那如果说有异常，我们大概在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就会再帮贝贝量一次，然后监测他的状况这样子。这个在这里呢，24小时随时都有人照顾。我们在家庭里人啊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情，说没办法随时照顾。等一下去保健站吧，那我这边有整理一些那个回收的物品，你看看有没有需要。好。回收的物品就是北北都会做一些保健小物、小帮手。这里有一些这些都用得到吗，范北？这些。看看。就可以。来，我帮你拿。这个。哎，你好像在大卖场挑选东西、买东西的感觉。我这样，我帮你拿。好，走，去。北北，我看您刚刚在挑那个要用的东西呀，也不是每一样都用，对不对？每样都挑。对，那我把东西放到保健抢站哦。好。到了，北北，我们的自我保健站到了。大家搞早，搞早。哇，这早都来找健康啊吼。对啊，这东西几挂资料哈，发给您的简报资料。这个就打这个，先打这个上，打肾脏穴、肾脏经。是。本来到这个自我保健站吼，范北伊就是拢无休困哦，2年无缝接轨吼，继续那个机灵哦，交流一寡健康的这个小撇步。我感觉范北伊的那个电力哦，那个用不了的那个感觉呢。大家看，我也有一支敲打棒，静静北北送我的呢。对啊，好，所以阿姨也有一支，我也有一支。一家都有，一人一支就对了，不止一支哦。哦，真的哦。一样都有副作用。这啊有一张批，这是白白伊寄给我的，对。内底比正批搁较好，搁较重要。哎，谢谢你耶，我收到了，好感动哦。我有认真看。因为上次我跟你说我的肩颈都很僵硬，你就教我这个怎么放松。我只擦。这个你做的话要注意什么呀？你现在做做看，来，我叫你做做看，来。我现在就做做看。你来做做看，来。好。不能做太满，对不对？我慢慢躺下来，对。这样。再可以往上滑一点。好。两个背，这样的。这个要平。2手2个背，这样子。对，慢慢往上去，慢慢打开，慢慢打开，是不是？好像画了个半圆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呢，再弯，再收回来。收回来。尽量这个要贴床。了解。这个对肩颈效果很好。
北北，我们刚刚从那个您的家，我们赵服员有捡几根棒子，有拿过来，有拿回来。我想问的是，你就是拿来做这一些？不是，那是保健的器材，打的。这个是用可以伸缩的。哦。这可以，这不是这可以搬走，对呀，这可以伸缩吧？这高矮人都可以做啊。对啊，伯伯真正是生活的智慧王呢。系啊，你看这原底是这会用的春秋的这个，应该是拖把，吼，还是迄个东西啊，扫帚，超过原来的价值。真正的呢。超过原来的价值。够厉害。所以你们是每天就是早餐吃完，吼，大概都是来到家安尼敲打拍拍，找健康的对啊，是吗？有闲就会来，脖子僵硬啊，腿麻到这里来啊，他都教我要怎样预防，教我怎样做。是。他都真的很热心，很热心，大好人，他帮我很多，很感恩。哇，这是热的话，给他体验一下。我有闻到香味呢，有那个味感，嘿，对。尝尝。这爱请起来哦。这个要尝起来。这是他设计的嘞。哦。啊，所以我若是要来这大加一，就是爱请。你知道，很舒服。很舒服。哦。够温暖呢，这个里面是什么，贝贝？猪盐八角热敷包，就是这个。对。哦，害我很想唱歌。妹妹背着洋娃娃，哎，你看我一背就可以跳了，很舒服。啊？怎么要走了？过去了？要过去几？是不是要过去啊？哎，对，9点半有庆生会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那带着，不要拿下来。你们坐这个车啊，贝贝，这是您用自己的塞卡哦，自己的存款。关呢？对啊，照顾那个我们农家的妇女，所以大家都非常感谢他。他知道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什么都是空的。对呀。对，我到了哦。哦，到啊，那道车。哇！今仔日拄好拄到因的生日庆祝会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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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家。这个月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